我相信这是上好的结果，上帝替咱安排。咱差不多存5万来进入，准备进入2025。俗语咧讲，不管年岁，平安健康最宝贝。我伫上班的公司，我的头家今年97岁，我这个月甲伊接待2届日本来的人客，伊拢足欢喜，讲我这个月过了，我就98岁，伊哪会遮欢喜？因为检差伊对过来的时间有5万，伊知影伊搁要做啥物代志，伊趁这个机会做计划，对过来的年有5万。我想咱有上帝通瓦配，咱对明年的5万应该如何？5万，咱瓦靠上帝来迎接咱逐人搁较好的未来的一年。咱今仔日要练的。要唱的圣诗是65首甲480首，拢较简单，拢应该兼咱大家拢熟悉的。咱即摆来练第一首圣诗65首，请先做专首。我心大欢喜，注点身边。
各位兄弟请问平安，咱请平板师来准备咱今仔日的敬拜。
的上帝，也互我讲述话来调天的，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对照着水的色暗，上帝有发出光。咱请起立，咱做阵内面信息第65首，信息第65首，有你的内面。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仰受平安，上帝的信仰，咱的主对信心的爱，对在天父妈的出息，因不丢表好的来受苦，因是给信来从的灵物，第三日对神的过啊，就你那在于在你的上帝保佑，因为对你的生活的希望，我信是共同教会。信仰生活作为下面有太多意外的模样。请坐。这时咱来启应文第12篇，启应文第12篇，就是诗篇第42篇。我来启，你来。上帝是阮独享的所在，甲快乐。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也饮。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城欢喜。上帝在迄中间，城的确无摇动。伊放哗哗好，上帝喙的声，万军的耶和华教阮伫地。来呀，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正线
到咧地界，咱等请，你着定定着知影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弟兄，咱做伙擘头来祈祷。阮咧天顶的阿爸父，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是坐咧宝座顶的王，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军的耶和华啊！原来你是国真国活的神，原来你会伫咧阮所有的学乐甲赞美。主啊，阮要开喙吟诗来感谢，来学乐你。主啊，在即一年就要结束的时阵，主，阮感谢你为年头到年尾的保守，互阮咧拄着困难无失志，互阮拄着攻击也无惊吓。主啊，你引带阮越过关山，越过水边。主，你总是甲阮伫咧。主，阮感谢你赐予阮丰富的恩典。互阮逐工生活所需要用的，拢有够尔。感谢主，带领阮人口教会，互阮今年逐项的事工拢会当顺利的完成。互阮会当诚做你所来使用，诚做你合用的器具。互阮拢会当得到主你的带领，向前跑走。主啊，阮嘛要将这新的一年献在你的面头前。由你来保守，来带领阮，来保守阮教会今年的修身整洁，会当照着神你的时间来完成。阮新推动的事工，会当照着主你的心意来进行。请你互阮有合一的心，求你来复兴阮的教会，互南口教会诚做传福音的教会，互阮的即个所在是光是阳。诚做你对即个所在，对这众百姓祝福，满有能力的主啊！在阮当中有身体有疼、心内忧愁有困难的兄弟姊妹，求你来甲医治，来甲安慰，来甲帮助。主啊，求你赐予因平安甲喜乐。主，常常阮的祈祷拢是无够尔，即时。阮要做阵用主教是阮的主导文来做阵的祈祷。阮的天父，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在行，在地如天。阮的日咱台湾，下面阮的国父，亲像阮下面国父阮阮的主咱自己，要叫我发你的海，因为我发你的都是所有大家的自己。这是咱做伙来读圣经，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记在咧诗篇第60篇第23节。我来看，你若以感谢献做祭个，就是伊跟我秉心行的人，我要互伊看见上帝救阮。咱即摆请四歌队带咱来学乐，因引选咱请牧师来讲道。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感谢有罪。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教会节期的中间，圣诞节是教会上五营以及真侪活动的节期。顶礼拜规个教会真热烈，也有传福音，也有对内部庆祝的活动。顶礼拜拜二嘛是有平安年的礼拜。今仔日是2024年最后一摆的礼拜，感谢上帝以过去的日子，一直伫看顾、保守以及引带，互咱会当踮伫基督内面，得到活命的快乐，会当伫基督内面享受属天的平安。真正感谢上帝，也毋过人若想要发出感谢，一定爱有对象。
无对象去表达，一切的感谢拢变做无意义。比如讲，若是我有一杯咖啡，我感觉真好啉的，正常来讲，应该是感谢请我啉咖啡的迄个人。我袂当讲，我对迄杯咖啡讲谢多谢，因为感谢是一种感情的表达，这种感情需要有互动的关系的对象，才会当正常去表达。所以，人若相信上帝是真国活的上帝，人就真自然会去发出感谢的声。所以圣经有记载讲，用感谢做祭献给上帝，用感谢的声音是一种信心的表现。用感谢献做祭，就是荣光上帝的名。这是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所讲。伫旧约的时代，献祭本来的意思是讲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人本身无够完全，人败坏会犯罪。所以人需要用献牛、献牛加做祭物来赎罪，透过献祭来亲近上帝。这是旧约圣经上帝所设立的规定。来到现代的时代，咱基督徒所讲的献祭，可能毋是献牛。献牛，现代也是讲新约圣经所记载所献的祭，圣经形容讲是用嘴所发出的赞美，就是用嘴学老的语言来结的规矩。圣经记载讲，通过耶稣所继续将称赞的祭献给上帝，就是宣认主的名的人的嘴唇所结的果子。所以感谢的人生，就一定毋是卖完的人生。不过，想要选择加做感谢的人生，也是一直卖完的人生，爱家己做决定。会晓感恩的人知影，感谢的人，伊一定比其他的人搁较快乐。当人开始伫感谢，伊就会产生出一种无共款的命运。无爱感恩的人生，其实就是伫决定家己是一个无满足的人生。无感恩的人生，简单来讲，就是无快乐的人生。其中可能有三项上要紧的关键。第一，就是人本性内底的贪心、话语，翻译做贪婪。贪心的人生永远感觉无够啊！人感觉无够，就想尽办法，想要得到更较侪。不管是心灵还是肉体，人若无感恩，就永远无法度满足。安尼，就真自然无法度继续去感恩。第二，就是人的自我中心。圣经直直讲，自我中心的人生，其实真可怜。自我中心的人，伊感觉
世界的代志，若毋是根据我的期待去发展，我随就感觉无爽快、无快乐，无爽快、无快乐，然后就开始去批评、苦毒、埋怨，甚至诽谤别人，使人冤家。歪曲是非的人，四界制造纷争，熬服误会的人，互亲密的朋友变面。圣经记载，这种人的人生是永远无满足的。当然，伊可能就是无法度食出一个感恩的人生。第三项，就是人的愚公。戇人袂晓感恩，因为圣经嘛有记载讲，戇人无爱知识，只有爱顶家己的意见。戇人开嘴，引起人冤家，伊一个讲话就惹起相拍。这是圣经形容戇人以及智慧人的差别。愚戆的人是根本毋捌上帝的人，毋捌上帝的人。当然，伊无法度感恩，以及一定决定，伊就是一个真可怜的人生。所以，咱基督徒爱直直操练，爱调工训练家己，用感恩的心去生活，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莫继续埋怨。要禁止家己的嘴，无讲歹话；禁止嘴唇，无讲诡诈。所以想要生活搁较快乐，想要成功，就大声爱学习感恩。圣经记载，要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罗入伊的院，要感谢伊学罗伊的名。就用感谢入上帝国的门。大家拢有佚佗的经验，即摆的饭店也是迄个民宿，拢用迄个房卡。你没有那个房卡，你就无法度入去。上帝国圣经记载是用感谢的声音。乘做房卡入上帝国的门，兄弟姊妹，感恩的心是一种习惯，感恩的心是一种思考的方法，感恩的心是一种感情的表达，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代表我决意要用这款的态度来活，所以伫逐种的处境的中间，学习怎样用感谢来到上帝的面前，活出通荣光上帝的生命。咱直直可能直直伫教会拢在讲学罗上帝，学罗上帝，学罗上帝，咱已经习惯安尼讲。学罗上帝一定会包括对上帝所发出的感谢，所以得胜的基督徒第一要紧的，毋是伫神学上的财物，毋是知识，第一要紧的是爱学习用上帝的眼光去活，爱用这种眼光去享受上帝的同在，顺服上帝的引带。学罗上帝的关键就是人大圣需要体验到上帝是好的上帝。咱所相信的上帝是好的上帝，领受上帝的赦免，经验上帝的医治，得到上帝的接纳，才会可能发出感谢的声音。
要有甲上帝相合行的经验的人，才会当知影上帝的恩典有够强。要有倚靠上帝压过困难的兄弟姊妹，才会当体验上帝的应允内底大有气力。要有传福音、带人信耶稣经验的人，才会当体验到圣经所讲的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较尔水啊。虽然讲，伫人的本性的中间，自我中心是真自然的。毋过，人若以家己最重心去信耶稣，安尼是无法度体验体会上帝的疼。因为来到上帝面前，只有家己谦卑的人，才会当看见上帝的作为。感恩的态度是用信心做决定，是人决意去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圣经记载讲，既然咱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主，就着甲伊结连来受安，照咱所受的假释，伫伊的内面定根受气造，信心得到坚固，充满感谢。这就是典型基督徒所需要、所表现的生活态度，就是感恩。感谢心会当互咱有勇气去面对各种的挑战，面对工作、袂会因为压力就直直去埋怨、去抱怨；面对批评的时，袂会感觉家己真无路用，就失志；面对迄个挑战，袂会失败。感谢的心，互咱的人生搁较满足。可能伫过程中间真可怜，受委屈，不过流目屎了后，才知影什么是快乐。失败过，才知影什么是成功。感恩的心会当改变人的生命，互咱气力继续往前行。袂晓感恩的人，即款的人永远只有看到家己。所以保罗先生会提醒教会内底的基督徒讲：恁无论做啥物，讲话也是做代志，拢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通过伊来感谢上帝。或是讲，或是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所以圣经直直地讲，现在活地的毋是我，乃是为我罪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伫我的内面最大。所以凡事感恩的人，就是愿意信靠上帝的人，是一个愿意顺服上帝主权的人。凡事感恩，就是真实的敬拜。凡事感恩，是真实的敬拜。所以一个真有名的神学家讲出一个重点，伊讲，这个全人类上大的问题就是人无爱互上帝正做上帝。人虽然知影迄个所在遐有一位上帝，不过人无爱互上帝伫生命内底正做伊的上帝。简单来讲，就是人爱家己做上帝的意思。所以马丁路德伊写的迄本书内底有讲，会晓
信靠上帝的人，才算讲是真实的敬拜。人若感谢上帝，是因为上帝赐予人侪侪的福气。这种的福气，包括身体以及灵魂两方面。上帝予咱物质上的稳定，无论是空气、雨水、日头，以及生活中间所需要的一切。咱是耶稣的子子，咱确信伫生活内底，咱一切拢无欠过，是上帝所备办的，是上帝所供应的。所以伫咱需要的时，上帝一定有派人，也是派天使，也是家己去为服侍咱，替咱准备。毋过，这个属世间的一切的好康，只不过是暂时的，伫天顶的财宝，才是永远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救恩上主要的目的，毋是互咱伫世间较好行，是主要的是互咱的灵魂会当得到救。这个灵魂得到救，是对现在即时煞到永远的问题。耶稣讲，毋通为着会败坏的食物打拼，为着久长存在，为等互人得到永远活的迄个食物来打拼，就是上帝透过伊的囝耶稣基督要互咱的。兄弟姊妹，进入2025年，一个成功的人应该搁一摆来计划咱的人生。上帝话搁一摆提起讲，毋通为着会败坏的食物打拼。耶稣想要赐予人的，是当保存到永远的美妙。世间的一切是有限的，现在所活伫这个世界，一切是发生伫有限的生命内底来行，独救赎的稳定，是上帝为全人类所备办的，互一切信伊的人罪得到赦免，因为信耶稣的人，上帝是因有权加对上帝的子。第四篇第50篇讲出一个事实，就是拄仔所读的圣经对头到尾，是以色列人献祭的态度。圣经规定，也是讲提起即位免利人献祭，毋是凊彩献就好。圣经责备以色列人的献祭，因只有外表，却无用心。意思是讲，虽讲以色列人平常直直用牛用牛来献祭，看起来真正热热，真侪人伫圣殿出出入入，看起来真热热，真侪人。毋过伫上帝眼中拢无算啥物，因为上帝是看重内心，毋是看外表的。23节记载，既然用心感谢做祭的，就是用光我。简单来讲，上帝无爱接纳迄种无用心的献祭。诗篇第50篇头前的经节有记载，上帝对派人讲：你若有权念我的话例，嘴讲我的脚，其实你验证假是将我的话写伫脚趾后，你见到这就甲伊同心，甲行奸淫的人斗阵，你的嘴讲歹话。
你会知制作奸诈，你随便讲兄弟的是非，武大你的亲人，你做正代志，我点点无出声，你煞想讲我甲你共款，毋过我却责备你，将正代志摆伫你的目睭前，伊才。恁遮个危急的上帝人啊，就受这个事，才免我将你拆喙，无人通救恁。23节，所有用感谢骗罪的人，是得遵从我，行正路的人，我要互伊得到上帝的拯救。这是上帝对规个信仰团体所提醒的。伫信仰团体的人，若将骗罪当作是例行的公事，马马虎虎的，然后讲兄弟姊妹的是非，甲侪担心，甲有行奸淫的人有分。即款的人用骗罪的行为来暗藏家己的歹行为，上帝的意思是讲，绝对毋是献祭本来的意义。总是，若是用感谢献做祭的，就是应感上帝。谨慎行的人，上帝要互伊看见伊的救恩。兄弟姊妹，已经爱进入2025年，不管于2024年，还是过去是安怎，咱爱决志，停止直直埋怨，无搁讲批评的话，因为行安尼，代表咱的心内无信上帝，对人无信心。安尼做，甚至引起人甲人之间的三枝彼此对敌，这是上帝所无欢喜的。兄弟姊妹，无论伫团体、伫小组、伫生活队、伫敬拜团，以及逐个单位，咱做成每一项代志，拢需要用感谢诚做一献互上帝，爱建立一个直直感谢。知足的心，离开埋怨的人生，无搁继续埋怨啊！离开埋怨的人生的秘诀，就是领受上帝恩典的方法。这个方法会当将一切苦难、困难变做祝福的关键。埋怨，互咱的心失去平安。互黑暗的关系包围，感谢会当互咱的心改变，无搁去看人的无完全，回头去看上帝的信心，无搁去看体制教会内底做无好势不足，爱看上帝奇妙的作为。无搁去计较，安尼无公平，爱去看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若是直直在比较讲无公平，宇宙万物中间上无公平的代志是啥物？就是你甲我还未死啊！无罪的基督却替咱死啊！这是上无公平的代志。看到基督对死亡中国活，耶稣基督互咱我可以会当得胜，这是基督徒需要抓到的完整。伫《申命记》有记载，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勉励，伊讲：你承接恁的上帝所收赐恁最善良的队来行起的时，爱记住。就将所修行的各项剃头式的吐散，来到主的面前，伫上帝面前告别讲，
我的祖先是一个四界流浪的亚兰人，落去埃及，伫遐徛久，人业少少，后来伫遐食出一个大国强、人业济的民族。埃及人苦楚阮，气压阮，强迫阮做苦工，阮就哀求上帝，上帝听见阮的声，看见阮的困境，阮的劳苦，阮受的压迫。第八节，上帝就伸出大气力的手，用大甲通惊的事甲神影奇事，带阮出埃及，佮带阮到这个队，这个就是老领甲密的队。所以以色列人啊，就伫上帝的面前，伫遐敬拜。以色列人徛起上帝所预办的土地产业的时，上帝为了提醒以色列人唔通违逆伊，上帝是知要对伊的列祖对埃及拯救出来，然后徛伫上帝所收属的土地顶面，爱用这个心去敬拜上帝。兄弟姊妹，2025年，教会以及咱的人生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2025年差不多要结束，不过咱的人生要继续。第18届中级已经通过选举参选，今仔日就是18届中级以及真济的同工就职的日子。伫18届中级的中间，一切拢由原继续去服侍。另外有2位新的同工加入，教会嘛伫2025年设立牧区，设立区长。今仔日嘛有济的团契会长、队长、团长、校长需要招任，这是代表什么？代表上帝提醒咱，伫教会内底所有的领袖，爱大声有这个感恩的心，继续应前。教会内底一切的单位，拢是为着教会的意向来效力。所以2025年今仔日，咱是不是会当用感恩的心，当做祭礼来献奉上帝？伫上帝的面前领受呼召，爱见证上帝设立领袖伫2025年以及第18届的中级的中间，来甲上帝3个同工来做奇妙事。3年有300个人，5年有500个人，已经经过1年了，现在剩2年尔。所以咱爱继续为着上帝所授予教会的意向，教会的意向毋是人坐定定。教会是需要调万百姓来做耶稣的学生，咱所领受的教士嘛，甲迄个信赖的人，甲伊教士遵守上帝的命令，直到世界的落尾。愿上帝帮咱，伫教会内底每一个单位各尽其职，来见证神的荣耀。我们各尽其职。来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荣耀上帝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2024年最后一摆的礼拜，阮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阮求你帮咱信心点伫咱中间，互阮搁一摆领受对天顶来的气力，来领受对上帝来的呼召。
查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伫教会伫逐项的事工责任内底来见证上帝大作为。求你秀出阮合一的心，查做一个共身躯的精神，来继续跑走头前的道路。特别为着2015年以及18届的中级以及一切领袖来祈祷，求你来祝福，互阮所有的人拢伫耶稣基督内面来享受合一的快乐。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基督名来求，阿门。咱来回应上帝话，请起。咱总会来信息480首，信息480首，我心大欢喜，主听心意。咱来呼吁，同工就任的典礼。希望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伫平安日来举行咱诶同工来就任伫每年度新的一年开始，所有诶咱诶团结会长以及咱诶小组长还有助理的老师干事还有咱有一个法律的顾问法律的顾问咱三甲伫平安日来就任。其中有3位来请假，有出国，有伫东部无法度赶倒来，有3位新歌队队长林国英兄弟，和叶恩勋姊妹，还有这个林慧玲姊妹，这3位，所以这3位以及咱有其他同工是后礼拜才来补就任，后礼拜才来补就任。今仔日咱有工来就任这个咱的这个。每年度的遮个学生的同工牧师讲着名，请咱照这个特殊照这个次序来排列对即边开始排到这安尼过去咱请咱来头前咱请李姿莹
我敬请新约吼，李之颖、王以乐、甘淑兰、周倩茹、林信光、卓怡轩、李许然、林慧茹、赖建志、杨晓文、江慧玲、邱以诺、徐玲，过来有几位咱这个法律顾问刘杰辉，可能较满咱小可较较配一个，过来一个。蔡怡婷，应来干事，李书办，成人牧区的土地，林玉英，引进干事，好，来，好，现在咱请向后还没，等一下，先试约完，来向后转，向后转。有较济吼，咱一年比一年较济，感谢主吼，会当互咱做阵同工，伫遮来听望福音，互上帝赏赐满满。伫遮咱爱先来洗浴，洗浴了后，咱请杜牧师来颁发遮个证书，过来咱小会员新小会员握手，新小会员握手，这个接纳了甲颁发遮个证书。好，请咱来注意听，来注意洗浴。请问咱每一位同工，咱有领受你即摆现任的积分，你敢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明啊无？爱较大声吼，第二个，你要领受这个职，你就要挖去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你要安尼行啊无？有。感谢主，而且请兄弟姊妹起立，我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口同会小会的官兵，设立恁做本会所有遮个团结小组同工，遮个小长，咱就爱常常关心这个代志，尽咱的本分，做主的工，来荣光上帝的圣名。感恩恳求奉主的圣名，阿门。好，兄弟姊妹，请坐。而且牧师最后会勉励，希望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特别是咱的同工，伫即个时阵，2024年，咱伫遮来洗浴，就是为着明年度咱即个所有遮个咱要来事奉的遮个事工，咱有小组长，咱有团契会长，咱有无共款的职务。就敢若亲像拄则，咱杜牧师会免咧共款，咱内心爱有感谢的心，感谢上帝的带领，帮助咱伫个即个咱讲关键的时刻。2025年是咱教会关键的时刻，咱每一位同工拢是真关键的、真重要的同工，所以牧师真期待望咱。就敢若亲像咱即摆咧men训共款，这两天的men训内面有一个名词爆炸性的，知影有听到爆炸性的，互咱的教会会当亲像上帝所赐福的共款，人数加添，若是人数加添，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特别咱的小组长，咱的会长。咱所有遮其他的同工
特别咱有成人的牧区，成人牧区来成立，做束缚帮助咱。好，来，咱向后转，向后转。咱请小会员，小会员，咱先颁发证书，甲请小会员，来就任，最后甲做来拍手，同时在颁发的时候，我先来讲一个，咱就是安尼一个，咱小可举手，就是主日学的校长李之颖老师。别等一下，先互咱熟悉一个敬拜团的团长王以乐弟兄，双年团契的会长甘淑兰姊妹，恩典团契会长周倩如姐妹，少年团契林信光弟兄，挥手一下。好，咱葡萄树小组有2组头一组的小组长是卓怡轩姊妹第2组的小组的组长是李许兰兄弟。再来，咱新的一个团契以师铁团契以师铁小组是林慧茹长老再来，中树小组赖建志。再来这位，知影伊是啥物小组的小组长无？芥菜茎杨小文姊妹。好，来搁一位橄榄树小组长江慧玲执事。再来邱以诺这位是啥？搁一位咱叫提摩太你看足少年的啦，提摩太嘛提摩太小组好。再来搁较少年的徐玲种子小组小组长。好，再来这是咱的法律顾问咱即摆现代真侪即个代志伫社会事教会事当然较无问题。社会事有拄时来到教会的时阵，需要做的遮个法律来咨询咨商咱所以感谢主咱教会有一位律师伫遮来帮助咱的教会无偿的感谢上帝伊来奉献刘杰辉兄弟刘杰辉兄弟所以兄弟姊妹师叔若有啥物款的法律的问题当然以教会为主啦咱兄弟姊妹来为你来祈祷。来，咱搁一位蔡怡婷姊妹是咱的这个音乐干事音乐干事负责所有咱音乐事工。好，搁来真特别的，就是咱明年度有一新成立的一个牧区，叫做成人牧区咱要正做小组化的教会的过程成人牧区李书范长老李书范长老。最后一位咱真久熟悉真久的咱拢会来麻烦伊育婴干事育婴干事伫遮咱做伙来就任。好，来咱请这个小会员来握手接了后，咱翕一张大合照机会给。2点。好，搁5秒搁5秒。好，谢谢。来，咱拍拍啊！来，OK。
进前来示范。当刚的时候，有会受到风险，咱请你家己来看。咱请来看本会消息。咱教会修宪的工程，这个期间吼，咱出入兄弟爱注意安全，就请兄弟来继续来为这个事来祷。今仔拄仔礼拜咱有举行同工的就任，嘛请为咱的相关的同工吼。来甲因鼓励，来支持，帮助来甲因传。下晡1点，第3点，下晡1点要召开进行团的董事会，会后会召开小会，咱请同工来有心来出席。明年的信徒手册已经完成，会摕咧交代道兄吼，请有需要兄弟家己来摕。第5点。咱兄弟若要奉献的，后期年度的奉献，爱咧今仔日来甲完成吼，因为咱财务组咧今仔就要关销啊。第6点，有关迄种每日读经事宜的兄弟，咱来干事遐来甲领取咱后一期的迄个课程。关怀代祷，咱咧找调用的兄弟，武林学人。数学人曾文德、杨一珠、郑明霞、林林雨珠、徐建廷、郭敏达，咧段也有林长青、马来金、洪分展弟兄的母亲，请咱来摕咱的祈祷内底，来为咱这兄弟来代祷，求主来甲帮咱来甲医治。第3点，请嘛有着咱教会带落来，咱1楼的礼拜堂。甲3楼礼拜堂的经历，来甲奉献甲代祷。奉献的报告，请咱家己来看。有平台，咱甲来甲教授来甲咱回馈来跟进。咱即马即时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咱到底来读的摆吼。
阮主的题目是诗篇第50篇第23节，按做回来。你若当下被罪者的话，你是爱他，我要你换你上帝救恩的一摆。你若当下被罪者的话，你是爱他，我要你换你上帝救恩。而且起立，做伙来上信息514首。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伫地领受费力进入2025年的上帝所备办的道路，对即时到永世代的无尽。阿门。